创造角色，那语言的掌握好像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你不能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个角色讲话的语言，然后我来创作，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说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就是认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那个语言的讲话逻辑其实跟那个民族或是使用那个语言的人他怎么想这件事情是完全相关的。你家己毋捌做过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想讲，我头壳内就是阮阿公，阮阿嬷，是讲你身躯边有咧讲台语的这个老大人。毋过你爱注意哦，这个物件是讲伊即摆已经有岁啦，是讲你要讲一个台语，聊一个老版款，你每一个人的个性拢无共，你莫比做10个人，下出来10个人拢是共一款的个性。所以讲话开口你会当粗鲁，你嘛爱练；讲做有气质，你嘛爱练。话讲做简单，还是要讲滚轮转，讲做复杂的，你嘛是拢爱练。那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不是只看画面的，他不会就是静音只看画面，他是看画面同时听你的声音的。所以你等于你的演员有50%是在做声音表演，那声音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语言，你怎么透过这个语言传递你的情绪，传递讯息，这是一个好故事，然后这也都是好角色。我很希望观众可以专心的享受故事，而不是被一个没有做旧的道具或是1-2个台词音跑调这种东西给影响。